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3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昨晚有2架战斗机相撞发生意外，目前有找到一卡军靴、一挂飞行机的外壳，搜救人员也把握时间在找找飞行官潘英俊。A Z 一后昨开始做大约有1500外医护人员驻台生，其中有一位出现发烧的镜头，指挥中心表示讲这是一般的不良案件。有一位阿伯为着要防止高山鸭来食龙珠皮，伊用泡仔杆搞出引起火灾，这位阿伯也着爱移送法办。伫咧昨有2架对台东志航基地起飞的战斗机，伫咧进行训练的时阵，确实发生烧撞意外。至少有2个飞行官，一个死亡，一个失踪。搜救人员经过24点钟的搜救，目前只找到一卡军靴、一领救生衫甲飞行机的外壳。不过，这款物件是倒一只飞行机的外鑑定。不论如何，拢爱把握时间找找飞行官潘英俊。看到那像是战机油桶过烧的装置出现伫南靖渔港边的海岸，搜救人员持续伫咧岸边找人，无放弃任何的机会。台东志航基地2架 F-51战斗机相撞下落海，已经超过24点钟，搜救的进度持续在进行当中。23下晡，阁小连续找到战机的残骸。国军下午的时候呢，是加大力度在搜寻周边的方向，是希望说能够找到更多的飞机残骸，甚至更进一步的呢找到失踪飞官。透早伫屏东九坪的沙坡啊，找到军用的虾管、救生衫、战机的残骸。往南边，阁发现一挂战机的机片。国军把握救人的关键时间，出动乌鹰、甲超级美洲赛等等的直升机，持续伫咧陆海空找人。昨天晚上我们总共搜寻到了就是靴子，然后凌晨的时候拾获飞机的一些残骸，还有一件救生衣，大概目前是这个状况。那没有办法判断出来，这个要送回7联队，他们才有办法去做比对。我们大概从外观是没有办法判断出来的。搜救人员根据飞行机暴落海的地点，甲上尾的定位，定出差不多6公里至9公里所在的范围，以屏东满洲乡港仔村为中心分3个方向，持续找找飞官潘英俊，因那离咱的中尉罗尚华，检方已经完成初步的相验。初步研判死者的死因是因为驾驶战机弹射导致头部外伤、颅内出血，最后因为中枢神经休克而死亡。离咱的飞官罗尚华的家属，下晡伫空军的陪同之下，为福海一口雷啊，往港仔村的方向沿路招魂。因为这2天的天气无好，山区部分的地形佫复杂，增加搜救的困难度。指挥官提醒搜救人员要注意安全，嘛希望会当赶紧找到失踪的飞官。记者综合报道。昨晚有2架 F-51的战机2架相撞发生意外，国防部也宣布讲，2024年要用永鹰高教机全部来取代 F-5战机。不过高教机阁爱3年才会当来交会，为着要确保飞行员的生命安全，国军会开6亿替 F-5战机换上新的弹射椅，上紧伫年底就会来进行改装啊。空军2台 F-5战机飞安事故，地属着中尉罗尚华殉职，上尉潘英敦失踪，搜救工作赶紧爱做，对查失踪的原因也是关键。无线电求救信号就会当知影当时情况紧急。标记这个位置，现在这个位置帮我们标记一下 ，mark 一下，找一下那个搜救时候。好的。机碰撞跳伞。22下晡2点半，一批4架次 F-5战机为台东志航基地出发，飞往嘉东靶场进行炸射训练。2号机甲4号机拢是单座 F-51战机。伫脱离靶场了后，2机变换队形。下晡3点07分，好亲像有下着。有机有看到座椅弹出来，飞机甲人员落落分内。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分析，战机伫变换队形时阵有风险，爱考虑到速度、温度、气压这因素。这个高空乱流，或者是吃到掌机的尾流，或者是进到云层，它的视线上受到了阻碍，受到了影响。吃到了尾流之后，飞机会短暂的产生失控的现象，都会造成操纵上的困难。那飞行员遇到这个什么样的状况，到时候应该问一下1号机跟3号机，他们飞回来，他们在空中实际上所看到的状况。这件是国军15个月来第5件失事事故，第四着14个官兵死亡甲失踪。国防部已经宣布2024年全面换 F-5战机，换用永鹰高教机。按国教机通机爱3年，也予 F-5安全性出现警讯。尤其是这届不幸殉职的中尉罗尚华，检方初步判断死亡原因是头部去弄到，致使着脑内出血。去年10月跳伞殉职的主管王上尉，驾驶 F-51嘛是去弄到。空军即马用6亿的经费，要来换上新的 MK-16弹射椅。
没有撞到什么地方，或者这个人员有没有撞到地面，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人已分离，整个过程是正常的。我们初步的观察是这样子，但是还是有待专家的鉴定，实际上分离的状况如何，有没有完完全全的很好的完美的分离。只是改换大社椅，上紧嘛要听候到年底，明年初才会当开始改装。张元玲认为讲，现阶段爱进行3大检讨，像讲 F5的机能伤老旧，体质虽然好，后勤的维修保养爱严格，用烟高教机必须爱超前部署，佮加上训练飞行员的应变能力，过程袂使伤急，会当用模拟机熟悉天数了后才成功。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早起也要求国防部要尽全力去搜救，要向飞行员的家属表达哀悼。国防部长邱国正透早也亲身去到台东指挥搜救，要到灵堂慰问家属。国防部长也讲，淘汰 F5战机的计划，伊拢有一步一步伫咧做。台东志航空军基地2架 F5战机，日前伫训练任务时阵去下着2名飞官，一人殉职，一人失联。总统蔡英文早起出席3总上山会议，航空医学大厦动土典礼，特别讲到已经指示国防部爱全力搜救，也向殉职飞官家属表达上沉痛哀悼。我已经指示我们的国防部务必要全力的搜救，并且厘清事故原因。我要向殉职的飞官的家属表达最沉痛的哀悼。我非常的难过，但是我想告诉大家，飞行失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却要努力去防治。我觉得空军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但是天候的因素、人为的因素，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已经是飞行员的退伍会主会帮社款是表示真艰苦，希望大家为空军加油。国防部长邱国正23早起就先去台东志航基地听取简报，告指挥搜救工作，也代表总统蔡英文慰问家属，民族叮当表达歉意。应该国防部要照顾官兵，对不对？那照顾官兵以后，照顾到这种状况，我个人也觉得是很大的歉意。长久以来人员的训练、天候或机械方面问题，我们还厘清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角度的错在哪里。邱国正表示，搜救工作未停止，要和殉职飞官家属护诉，只是对外界关心。保险超过40年的战机承受换新的大社椅的计划，加 F5的汰换机程。邱国正表示，这国防部拢按照定数一步一步在做，按过明一时调回，才袂发生其他问题。即马事故的原因，拢由专案小组来调查。空军也请外界唔通乌白叫，伤害国军的士气。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对荷兰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若讲到 AZ 疫苗，昨夜已经开始注入，头一天有1500多的医护人员去注大声，其中有一位医护人员出现发烧症头。指挥中心表示讲，这只是一般的不良事件。国内新冠预定 AZ 疫苗开始注，第一天已经有1578名医护人员完成注第一剂。到目前为止，只有1人出现不良反应。这种后不良事件是只有1件啊。那目前这个事件是属于非严重的不良事件，就是属于可能是发烧或是疲倦的这一类的哦。本院目前已经是打将近100位的员工，目前大致的反应都还不错，没有很明显的一些副作用，有少数也有发烧或者是疼痛，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影响到他整个生活或工作。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开始做的头一天，医护人员注射人数上侪是高雄市有353人，基础是桃园市343人，加台北市301人。云林县、嘉义市、金门县、甲连江县等还未开始做。另外，今年7月准备前往日本参加东京奥运的选手，也自23起开始做疫苗，有10位选手完成注射，其中包括19岁网球选手陈俊欣。我刚开始打完的时候就都正常，然后之后过大概2-3个小时开始肌肉有点酸，可能有时候在打的时候会有一点力气用不上来的感觉。另外，顶日中国上海传出有台湾输出新冠肺炎确诊个案，经过指挥中心调查发现，是进前国内确诊95市998、9990等人的共存人员，本来就列做提出隔离。
检疫基本案检验是阴性，出境到上海搁验出阳性，估计是握着真久的是阴是阳状态，毋是新确诊个案。庄仁祥强调，自去年到今，为台湾输出海外确诊个案累计有61例，目前无看到对国内疫情有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的梨山地区，22、23这2天拢伫咧落雨，而且佫撞到溪仔水蜜桃当咧发演的时阵，这场雨水对因来讲是真重要的。不过，这场雨却是对德基水库无啥帮助，若是无增加水位，颠倒雨水位继续来下降。另外，新竹的宝山二水库也特别大底咯。不过，水利署北水局也表示讲，新竹地区的用水暂时未有问题。但真久山区总算落雨啊，种果子的农民也手机啊甲翕起来。台中梨山为今年2月中落一届沙沙雨了后，到今已经过外月拢无落雨。即嘛当是当地地米、溪仔甲水蜜桃等等的作物反应的时期。即届落雨对这种果子的农民来讲是真珍贵。昨天的早上6点，一直下到下午的6点，这个足足12个小时哈，那个像下黄金雨一样，而那样的雨势哈是中等的雨势。对梨山的现在正在萌芽、开花的这些农作物啊，帮助非常的大。虽然22、23连续2天梨山拢有落雨，不过入去到德基水库的水，会使讲是真无价。目前的跳水率敢若剩6%，23的水位还佫比22降低47公分，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就是缺水缺太久了，这个雨一点帮助都没有。这里的雨量非常小啊，到室外都不用拿雨伞啊。没有什么进账，那个净流量、总净流量几乎都没有变化啊。水利署表示，德基水库的水量若要有增加，就要看接落来敢会继续落雨。也若新竹宝山第2水库的水情同款真严重，目前的脱水率敢若剩8.8%，水位强要大底。不过北水局强调讲，目前新竹地区的供水还未有问题。水情的状况有一点严峻了哈，但是因为主要包括我们从桃园来的资源量，再加上我们龙恩堰这边现在目前每天取水也可以取到10几万吨的水源。水库虽然水情的状况比较严峻，但是目前的一个供水的状况还可以维持一定的一个稳定度。北水局表示，新竹地区每天平均用水的需求是55万度。虽然宝山水库甲宝山第2水库目前水位拢真低，不过即嘛还会当为头前溪甲龙运沿来供水，加上桃园每天供应差不多21万吨的水。希望会当顺利度过这个欠水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咱全台湾拢当咧欠水，其中新竹、苗栗、台中已经出现感冒式的电号啊。经济部长王美花伫今日表示讲，针对用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这礼拜会进行讨论。另外，根据着气象预报，讲对今日暗时开始会落雨，若阵这雨水拢落伫咧水库的集水区，对可化的情形就真有帮助。全台湾欠水情形真紧迫，尤其是以新竹、苗栗、台中已经出现减量供水感冒式电号的管区上严重。行政院苏贞昌23指出，这个是历史性上界大事的一年，历史发生第以早就限水啊。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坦白讲，水情确实是无乐观，都要做最坏的准备啦。从各项的气象的资料，还有各地的水情做研判。如果要公5停2的这个部分，相关的细节也是在会上要详细讨论。王美花是讲，这礼拜中央旱灾应变会议要讨论供5停2的细节。一旦真正实施，经济部规划分区供水，不是分做民生工业，也是按产业别来供水。尤其是新的科园区，恐惊影响上大。有立委建议应该搁建立比湾公线，提升北水南送的运量。一定每年开灯的洪水费，也有立委建议卖开灯。长远的计划是调关用水大户的水价，全国一致的用水费，这个有助于民生降价、工业涨价。那第二个部分是要有一个一定提拨的比例。然后这个比例来设一个停灌的水稻的基金，我们也都在规划的时候会一并列到里面来思考。气象预报23暗华南分雨系向东面偏山会落雨，另当落伫集水区都有机会缓解水情，因后分区限水的时间。前2天我们全省都有下雨，那其中德基水库的集水区有降了26毫米雨量，那对整个水情不无小补。中央气象局认为，今天晚上到明天还有一波降雨，那我们期待有更多的雨势可以来对我们的水情有所帮助。水利署也表示，只要天气条件会使，我们会把握机会进行人工净污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甲别国的旅游气泡就特别出发咯，也因为疫情关系，交通部也正咧推动全台湾机场智慧化，要伫咧上山机场试办头一组3E智慧通关机场，旅客只要用护照加登机证，也有面部辨识，就当快速通关。上界重要的是，会当减少人甲人之间接触的机会。提出护照、登机证扫描，佮将喙罨摕落来做面部辨识，就用真紧通关。上山机场伫进出管制区甲登机门设的智慧化通关系统，加上本来就已经建立的智慧系统移民署证照查验柜台，一个点上紧应减少到15秒，等于顺利通过。机场就是有时候航班人多的话，就是要排那个查验护照，有时候就要一排就要排很久。如果像那种自动的话，我觉得就会缩短很多时间。3E智慧通关包含 e-check、e-gate 加 e-board。过去伫这点拢爱由航警、移民官甲地勤人员负责查验，先去认定证照查验的工作，希望打造零接触的环境，降低感染风险。上山机场按算位置是开始正式开放，予民众使用，为期6个月试办时间，会收集相关数据资料，做国内其他机场正式建立系统时的参考。从查验好，然后到这个通关好，到登机啊，都可以呢让这个旅客的体验啊更好，更快速，更这个节省人力。也更呢避免没有必要的接触，这个在疫后的观光旅游我们希望能够超前部署。另外，台北旅游都要开航，台湾后续是毋是有甲其他国家合作的可能？殷家良表示，疫情了后，观光偏向短期旅游，旅游时间5点钟内有机会推动。佮透露新加坡甲泰国拢积极来争取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高雄基山美浓地界，最近持续发生火烧山意外。最近一届是3月18，可能是一位农民为着要赶高山啊，就点炮啊来甲赶高，想要到炮啊的火星，地使着草坡啊规个烧起来。这个阿伯行为引起火烧山，也着爱移山发办。徛伫树仔尾，这个高山啊，专心伫咧食野生的菠萝蜜。另外一边，也有伊的同伴伫电火条啊跳来跳去。高山啊，伫基山基尾山真接快，作为好耍转去抢食嘛，真殊常。困了足久啊，基尾山这吼搞太济啊，系啊，就是搞伤济，本来有办法，想讲无办法啦。山上整个都是啦，那是猕猴。大家可能喂习惯了吧。防止高电破坏，有农民设网啊来挡，有人放炮甲惊。当地一个80多岁老农民，一年外正家己要食的水果，拢互高电送转去。进前好亲像用纸包石头，佮用点倒的炮啊，讲要惊高，煞无细字引起火烧山。不满栖息在附近山区的猕猴群，长期骚扰及偷吃它的种植的木瓜及芒果，制作这个纸张包石头做引燃器，并以鞭炮一起燃放，驱赶猴群。山影远远拿咧出，反正也未熟，伊个家己慢啊，会买一些按平常时啊咧放的冲天炮无，甲放甲贺主安尼啊，会惊啦。会惊嘛是，佮走落来。家属讲引起火灾老大人嘛惊一个，困袂去，佮食袂落。啊，毋过伊长期互高山啊困扰，准讲伫水果树树尾挂网啊，无要互高山爬起咧挽水果。地园区挂彩色的塑胶杆啊，嘛无法度动。就连饲狗要甲吓惊，嘛会互高山甲狗食物件抢走去。再想要用放炮甲吓惊，毋是挑狗的放火意思，只不过也是互人移送。即马天气打扫，基尾山2月底开始1个月内发生6届火烧山，被普及的面积有200平方公尺，也互消防人员真无用。即马一直提醒民众，天气打扫用火要真细致。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透早有一台台北客运的公车经过台北市信义区的时阵，伊要倒弯，煞去撞到一个当咧过车路70岁妇人人，而且司机拢无停车，就安尼死着甲人交过去啊！警方找到司机了后，经司机说讲，毋知影有去撞到人，才会无停车。坎市区卫兵顶悬，因清楚看到妇人人举拐啊，行伫行人斑马线顶悬。啊，毋过这已经是伊生前的卫兵，会代表一台台北客运等我直接将伊交过，当场死亡。肇事司机员无落车看，直接开车等于公车总站，
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处理，佮马上联络客运公司。不过司机无揸手机啊，就派人到现场将司机押到案。为什么第一时间离开现场，没有留下来？看到路人吗？根据警方表示，肇事的姓李司机差不多是60岁，第23早起7点左右，驶公车沿上山路向南，到达福德街的时阵，扫到行人被弄倒了后，身体被前后轮搞过。头壳破去，当场死亡。公车驾驶自称是未发现行人，发生碰撞之后呢，公车即驶离了现场。后来有将那个驾驶呢带回我们的队上来侦办。我们也会对驾驶负起一切后续民事赔偿的责任。那另外肇责的部分呢，我们会配合检方的调查。警方表示，调监时期初步调查发现。当时行人甲车辆号志拢是青灯，无排除驾驶因为视线死甲肇事。专案以业务过失致死罪救办，不过司机当时无停车直接开走，佫会以肇事逃走的罪嫌救办。记者综合报道。玉山国家公园塔塔遮游客中心的公共电话已经安30年啊，不过伫咧去年的收入只有22块尔。中华电信认为讲安尼做是无效益的，拍算要甲电话拆掉。不过园区人员表示讲，若种发生紧急事项，这个公共电话也是会当摕来对外联络，也希望讲会当继续保留。手机哪来那普遍民众像安尼使用公共电话机会，日日降低。这座设伫玉山国家公园塔塔遮游客中心的公共电话，自1991年开始启用，经过30年，是园区唯一的公共电话。也毋过顶日中华电信人员检收时发现，去年的收入只有22块，向园区人员讲到评估效益加考虑拆除。可惜啊，为什么？可能还有人会用到啊。有一些求救或是什么那个公用电话有它的功能在啦，手机有时候不能用啊。不少游客认为，登山过程中也是可能会拄到手机临时无电等突发状况，需要使用到公共电话。有关处表示，塔塔遮当年大约有70万名游客，其中有不少是国际旅客，也会以公共电话来联络，除了事务需求。这个公共电话对园区的人员来讲，也有珍贵感情，因为早年无手机，工作人员长时间就山工作，公共电话是向家人报平安的重要管道。所以一个电话它能够连接，就是你跟家人之间，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之间那个重要的联系，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回忆。对游客来讲，这个公共电话还是其实在疫情之前，它的使用率对国际游客来讲还是方便的。有关处认为，这座公共电话无法度只用使用率来考虑价值，等于都伫官方面册普文，呼吁大家多多使用公共电话来增加效益。透过积极争取，中华电视表示，也是会以服务公益原则，会互塔塔遮游客中心的公共电话继续留着，免去拆除的命运。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小紧头起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南韩对今仔日开始开放30万名65岁以上民众会当去注 AZ 疫苗啊。因为总统文在寅透早喊伊的夫人做伙去注 AZ 疫苗，是为着6月要举行的 G7 峰会做准备。另外 ，AZ 疫苗公司也要公布一份美国实验的数据，表示 AZ 疫苗有79%预防效果，而且无证据通好来证明讲注 AZ 疫苗会增加血管塌掉。纪律。68岁南韩总统文在寅加66岁第一夫人金正淑以及9位资深幕僚，23早起9点左右前往首尔城市中路区卫生所来注头一档 AZ 疫苗，为今年6月要前往英国参加 G7 领袖会议来做准备。23开始，南韩针对医疗长照机构将近30万的65岁以上的长辈甲医护人员注 AZ 疫苗。根据韩国疾病管理厅2月底新冠疫苗注到即嘛，已经有68万的高风险医护人员加脆弱族群已经注过啊。目标是到6月，南韩1/4的总人口拢爱注过，并且伫11月份达到群体免疫。因为传出真侪件注过 AZ 疫苗了后有脱血筋的情形，欧洲真侪国家拢暂停注预防针。研发的药厂阿斯特捷利康22宣布，美国最后一期临床试验显示 ，AZ 疫苗对所有年纪拢有保护力，预防出现镜头79%有效，预防重症住院加死亡是有100%有效，而且专家无发现任何安全的疑虑，也无证据显示会增加脱血筋的机会。The interim results of the AstraZeneca-led US phase 3 trial showed
that AZD1222 achiev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79% efficacy of preventing symptomatic COVID-19, and it was 100% effective against stopping severe or critical disease and hospitalization. Notably, the trial also showed similar efficacy results in people over the age of 65 with vaccine efficacy of 80%. 注疫苗消退疫情一时中间成为美国的全民运动，真出名电路连锁店也办活动来响应。22只要秀出有效的新冠疫苗注射证明，就会当免费换一个产品。无论是毋是伫优先注射名单中，为了确保每一个注射民众会当领到，这个活动讲要一直办到2022年。公司新闻林孝如编译。讲到全世界疫情已经是连续5礼拜拢在增加新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讲，这是英国的变种病毒继续在咧传警示。另外，伫美国甲法国也拢出现本土的变种病毒啊，甚至有的病毒是这个核酸检测验袂出来的。德国的部分是为着要避免疫情搁再传开，因甲封城的措施是延长到4月中。因也鼓励民众讲，伫咧厝里来度过国外这个假期。新冠疫情全球病例数连续5礼拜冲悬，死亡人数嘛伫咧连续6礼拜降低了后，即马搁一届压悬。世卫组织认为讲，这是变种病毒传开的警告。Have increased by 8%. In Europe, that is 12%, and that's driven by several countries across the European region. And a lot of that is driven by the B117 variant that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the UK. 美国除了受到英国变种病毒株的威胁，加州嘛出现本土的变种病毒。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发现，加州变种病毒的传染力比原底病毒传染力有较悬20%，会对治疗的药啊产生抗药性。更有研究指出，变种病毒会增加重症甲死亡的几率。CDC 目前已经密切观察这个病毒株传开的情形。The newly identified variant B1427, B1429 is estimated to account for 52% of cases in California, 41% in Nevada, and 25% in Arizona. 根据法国当地媒体报道，在西部布列塔尼大区的病院，13通报新增加79例确诊，其中8个人为着布列塔尼变种病毒，经过 PCR 的核酸检测是阴性。根据上新的消息，这8个人已经死亡。当地卫生局即马要查清楚，讲变种病毒敢是会当闪过核酸检测，唔能够委托，搁提悬死亡率。Unter dem Virus, das heißt im Wesentlichen haben wir ein neues Virus, natürlich derselben Art, aber mit ganz anderen Eigenschaften. Deutlich tödlicher, deutlich infektiöser, länger infektiöser. 同款受到英国变种病毒影响的德国，当面临着新一波疫情的挑战，总理梅克尔宣布。决定延长封城措施到4月中，也若搁偌济假期，4月初1到4月初5会加强防疫的限制，禁止所有公共集会活动。宗教活动嘛改做线顶举行，为着避免德国的民众趁即个假期出国去活着，当局嘛严格要求入境的人做病毒的检测，也搁有自主隔离。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美国时间日下晡，伫科罗拉多州有一间超市去互抢匪撞入去，而且入去无通知就开始乱开枪啊！甚至赶来到现场买鸭肉底，警官也是去互换大死。这场枪杀案也造成10个人死亡，落尾这个凶手也去互警方抓起来啊！超市门口举起封锁线，也有武装警员伫边仔抬兵。美国当地2日下昼晚3点左右，再次传出重大枪击案。科罗拉多州博尔德一间超市发生歹徒加枪冲入超市，向无辜民众开枪的凶案。紧急逃出的民众受启动时情绪犹原激动。We were at the checkout, and shots just started going off, and I heard the first one shocked me, and the second one I knew for sure it was a shot, and I said, "Nicholas, get down." 枪案发生的时阵，有民众紧急带孙甲查某囝藏伫三厨，等到警方协报赶到现场时，紧急为厝顶建置超市，将消费者引导到后门走离现场。这件枪案造成无辜民众死亡，包括第一位赶到现场伫当地服务超过10年的51岁警官艾瑞克泰利也不幸殉职。We know of 10 fatalities at the scene, including one of our Boulder PD officers by the name of Eric Talley. We will be here working night and day. We have one suspect in custody. 这是美国政治2021年来第7件重大枪击案。
暗时，警方护送救护车运送顺直警官遗体前往验尸官办公室的时阵，也有未少警车跟随，也有警员列队致敬。嫌犯伫甲警方对峙几点钟了后，夜封逮捕。警方将伊带上警车时，看到伊身上也受伤，脚腿流血。另外，嫌犯犯案动机，警方也需要进一步调查。公视新闻电视董平业。伫咧进前，东山会认定中华救助总会是国民党的组织，而且也要把救助总会的财产冻起来。即马东山会也决议讲，救助总会名下的不动产，甲民国59年向大众募款要到9亿的现金，伫30天内就要还给国家。不过救助总会表示讲会行司法救济，要求法院就要撤销东山会处分。东山会进前认为中华救助总会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并且冻结现有财产13亿。经过半年的调查，东山会认定救总名下财产属于国民党不当取得的财产，要求救总30天内将名下不动产跟现金将近9亿爱还给国家。那这些钱进了救总的户头之后，他当然有部分他运用掉了，他去做他的救济业务，但是他留下来的钱他没有缴回嘛。他去买的这些不动产。东山会列一个表讲，救总名下不动产包含土地建物，这公告现达到8亿外。另外，救总伫民国59年向大众募款，1人1块，捐献救大陆同胞，欠伫中央银行专户。后来救总领走差不多3000多万，佮加上美金75万，这60多万拢会该缴回。但是其他4亿外现金，东山会要个调查。那救总经过多年之后，还有加上中央银行所给的利息哈，然后就存到他自己的账户去，从此就让外界无法去监督。人家捐的东西，他怎么跟国民党有关系呢？那政府发起的啊，那国民党是政府，然后就全部是，反正这个他们不需要理由，他们怎么乱搞就是。国民党认为东山会认定捐献款项是不当处理上离谱。中华救助总会是发出新闻稿表示。东山会早就有伊的想法，挑工安尼做，有失公正立场。目前救总是毋是国民党附属组织这个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也搁伫审理中，即摆就认定移转国有显然违法，将寻求司法救济，要求法院停止执行并撤销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是故意的，也是挑工的咧。中国进前讲台湾的往来去到中国有检出巨型这款海棠，3月开始禁止台湾的往来进口。中国顶礼拜搁再通知讲，2月底到位的台湾往来也搁另外一种巨型。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伫今仔表示讲，中国拢无提出证据来证明，敢若是用嘴讲尔尔，而且台湾这边有去到产地看，根本就无中国所讲的迄种病虫害。中国海关总署顶日以检出介壳糖为理由，公告为3月份开始暂停进口台湾往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23讲，问题已经查清楚，不过中国顶礼拜阁通知2月份销去中国的5批台湾往来，阁发现另外一种介壳糖，不过中国并无提供相片也有证据，而且咱伫台湾的山区内底找，嘛无发现这种介壳糖。有史以来在台湾很少发现，在中国也没有发现的。那我们很简单，他一通知我们当天回应说，那你给我们照片。告诉我们你的科学证据在哪里？我们也到我们的产区去找。那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势。陈吉仲讲，农委会认定这届往来介壳糖的事件是单纯防检疫的问题，并无政治的因素介入。若是当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当回归市场经济。只要这个介壳虫的议题解决了，那因为凤梨卖到对岸是一个市场经济，它不是像之前有所谓的政治订单。或者是外界政治因素来介入的，只要是市场经济在走的，我们就比较不用担心。学者指出，中国嘛属于介壳糖的疫区，不过这届中国讲的这种介壳糖，伫中国国内确实是无相关的记录，加上台湾这几年有发现，不过并无接快，甚至真恶为外观来鉴定，所以推测这可能加做中国禁止台湾往来主要的理由。我们现在看到了这3个虫。前面2个粉介壳虫，其实中国大陆都确定已经有记录了，可能他们会比较着力在这个第3种虫上面。现在问题来了，这个虫如果中国大陆也有的话，那事实上它可能利润就比较没有那么强。学者表示，进口果子的国家拢会做海棠风险的评估，若是发现水果有海棠，大部分拢会要求当场先混过处理了后再入关，或者是退回了后透过贸易谈判，甲出口国来沟通。不过直接判定高风险，搁停止进口是无符合英国的，嘛凸显两岸往来的问题可能有政治的成分。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香港的民主，今年已经开始变款咯。台湾人权促进会加台湾香港协会今仔日提出港澳条例第60条之一的民间版本修法草案，希望会当增加香港人权加民主条款，规定行政院应该定期向立法院提出评估报告以及着对应的方案，强化台湾援助香港的机制。 2018的时阵，阮也为香港民主派临诉互官方掠走。中国领导最近嘛决议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因应香港民主情势恶化，台湾民间团体23嘛召开记者会，提出港澳条例第60条之一的修法草案。它会有2个结果，这是一体两面，一个是要不要去调整港澳的特别地位，在法治上面的特别地位；第二个。 要不要去制裁这一些破坏香港人权跟民主的人？ 民间提出的草案是伫原本的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当中增加条文进行规范，规定行政院应该进行资料的收集、分析，各由行政院长、部会首长针对香港澳门的政治、经济情势提出年度的评估、该应用的方案，向立法院来报告。 支持这个法案增修，能够让我们一起跟国际社会支持香港跟人权。那第二个，我也想呼吁，就是台湾能够推动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就马格尼斯基法案，就表达台湾站在一起支持人权议题的一个决心哦。撑港国际线，撑港国际线，台湾不缺席，台湾不缺席。有立委嘛讲到，台湾应该爱照美国的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提出台湾版本。 就是对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制裁。阮也为无共党派立委嘛支持修法，认为要防止中国利用香港对台湾进行扩张，就要加入到世界制裁。对民团的草案，民进党团敢未支持？民进党团干事长刘世峰是表示，即马还未了解。记者陈雅文、林玉凯台北报道。 俗起讲，青椒就无何况是拍官咧。根据着人力银行的调查，讲39岁以下的劳工，有要到35%的民众拢有债务，大部分拢是学费贷款、信用贷款加信用卡，也要到2成的人身躯顶无良伤钱。而且目前即马少年人上想要食的头路，就是网络社群的小品甲网络名人。 上班时间随时查看公司社群发文甲民众反映，这是社群小编的工作日常之一。根据人力银行调查，39岁以下的青年劳工，无论是男性、女性的梦幻职业，前5名拢有网红甲社群小编。 幻想是美好的，但现实是骨感的。上下班的路上啊，甚至你在那个洗手间啊，都要时时刻刻的那个看着这个手机，看着网络啊，甚至是你连睡前啊，都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这个睡觉，因为你要看看现在网络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网络世代和小编网红电竞选手这类所谓发展领域，成做少年人梦想的目标。 不过，伫调查中来发现，有2成以上的少年人已经放弃追求梦想，主要是甲金钱时间有关系。而且，青年劳工的债务状况有34.8%出现债务赤字，本身无存款的比例更加是挖近2成，拢是连3年的恶化。虽然有超过5成的人薪水比进入职场的第一份工课 也阁较悬，也毋过以30岁做基准来看，平均当年月给只剩点1000多块。 疫情年情况下，可能工作不稳定，变成是以非典型就业为主的这个就业模式，打零工啊，或当这个兼差族、斜杠族，所以收入呢自然无法明显增加，又加上可能房租、外食费的情况下，自然是这个更不容易这个存到钱。如果说我今天的薪水就是它的涨幅非常的慢，或者说我起薪非常的低，那我很难去规划说，我想要有房子，我想要有自己的家，我不能说这么苛责年轻人，就是因为他确实很难看到他自己的未来在哪里。青年骄傲指出，少年世代面临薪水低，也阁有高房价、高物价等高消费支出，对未来敢是要结婚生育，也会更加丢毒。这恐怕也是社会高龄化、少子化问题的结构性原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
台东池上卑南溪的富兴南地啊，有真侪强要长种的动物甲食物。台东林管处也甲这规划做林业生态园区。不过最近受到可汗影响，园区内面5个大水池拢已经大底了。地方人士也烦恼讲，若阵继续欠水落去，会影响到生态环境。地面大窟窟，土拢已经闭起，四界拢是已经死去的垃壳。池上富兴南仔地其中一个水池，原本的水深有1米以上，但是即马煞是一个无样，敢若剩2笪，大约是4片左右的水池。水内底敢若看到南面台仔即款外来种，亲像牛屎节啊即款台湾原生的鱼仔，早就拢已经无看到。那原生种的鱼类其实就是被泰国鲤跟吴波鱼，因为它们体型比较小嘛，竞争不过，其实应该都快被它们吃光了。除了原生种的鱼仔受到威胁以外，最近雨落少，南仔地四周边原本是发一寡互人来做濒临危机的克拉沙，搁有伫咧区域特别侪种的事件沙顶顶，一寡南仔地食物嘛因为欠水渐渐冷起，互一寡较无重水的杂草砍过去。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会请研究团队，就是说针对这样子的状况来持续来监测看看，缺水的状况对这些生物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富兴南仔地过去有自然的泉水，因过捌是附近的居民欠水的时阵，会当引水来灌溉来源。因为最近雨落少，卑南溪顶楼的水源洪砸落来做灌溉，地下水的水位阁一直在下降。当地居民是烦恼讲，若是南仔地继续无水，恐惊会对生物造成严重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工研院目前正在研究高效率的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希望大省伫新竹来推动再生水资源中心，也希望讲再生的水资源会当互德科加做工业用水。用高效率处理循环技术，互使用过每一滴水拢袂拍算去。目前这套系统已经用在高雄甲桃园的民生废水处理，而且每一度水的成本效益，可使控制在20块以下。来源的一个水的水质状况，它是来自生活污水，还是来自工业废水，还是它台积电或是某个半导体业它的制程分流之后的水，我们处理到它需要的水质，那它是一个程序的组合。除了水会使循环再利用以外，用电嘛有重新研发出来太阳能材料，使用过太阳能板会当透过材料分离，成做有价值的再生原料。可以把电池片取下来，好，取下来之后再把上面的这些有价金属拿出来，就可以提升它的附加价值，啊，然后又可以减少废弃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各种层面去重新去思考。台湾怎么样重新变成一个循环永续的一个国家？那我们的技术也可以外销到全世界。工研院表示，2050年要达成零排碳，是一个真有挑战性的目标。未来结合相关领域的专家，发展创新科技，来合作产业转型升级。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今年初，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活动拢宣布暂停。目前疫情已经稳定啊，台南市政府也决定讲，6月要举办咸水月丁港的这个港丁节，这个月27的渔光岛艺术节也会大盛举办。原本定伫今年2月份要举行的月丁港丁节，受到疫情的影响，1月19向停办，互袂少民众是真失望。不过最近疫情有较缓和，各界争取会当复办。文化局经过几届考虑了后，决定顺应民意，按上6月26举行月丁港丁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像我现在戴口罩这样，基本上应该可以控制住。当然好啊，比较热闹，比较会好展啊。那月经港灯节，事实上你都布置好了。那平常现在就没有一个开幕的典礼，我们正式来过，可能是就是希望说在下夜的时候。文化局讲，6月份要复办的月丁港丁节是以魔法甲十讲为主题，十是代表月丁港丁节10年，嘛象征岁月的意涵。另外，2年一届的渔光岛艺术节是伫3月27举行，以安切之树为主题，结合大自然的地景，让大家会当享受艺术甲大自然甲小我的连接甲气氛。我们很幸福。在台南，我们拥有了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秘境，那也透过艺术跟那个大自然环境的连结，让大家进来感受，还有感受那个艺术跟自然的氛围。今年的渔光岛艺术节，拢总邀请13组的艺术家来参加展览。
希望透过文化艺术活动，互民众伫后疫情时代心灵会当得到讨棒。另外，为了打造品质较好，会当欣赏展览的环境，提供到艺术节期间卖做交通的管制，民众会当坐接驳车去看展览。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云林记忆库，这个所在伫日本时代是河北登记所，战后也成做地方法院的仓库，即马是地方电视文化艺术的好所在，咱做伙来去看卖。这挂摆变的相片是团队走访各庙市、民体，开3天的时间找到记录落来资料。现场还有一块自日本时代流传落来的摆变，是当地民众的个人收藏。这摆也特别提供给大家欣赏。从这个展就可以知道，像现在这一片展的这个匾额，它代表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会从匾额里面的年代，然后年份，或是它的设计的风格，或是由谁来送，谁来落款，然后谁来写这件事情呢，就可以去判断每一段的历史的发生。云林记忆库这摆推出双联展，除了有摆变展览，七点零佮利用原来日本时代的地景档案室，将15世纪的珍贵收藏，甲云林当地花艺、灰啊、册本串联起来，甲东西方的美学相结，希望用浸水式的体验方式，让民众加入艺术的世界。所以你会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除了很多的收藏珍奇以外，那怎么跟在地的元素做结合？不管是摆变、花艺，还是灰啊，拢是生活美学的展现方式。这摆透过展览，将无同时代、无同所在的元素做结合，让民众会当用新的角度去欣赏，了解过去历史，思考当代社会。记者综合报道。往来最近伫咧大出说断着中国禁止进口台湾的往来，连带影响着往来花的出口。并当着业者用家己资本的兰花包装检疫系统，替往来花的农民做检疫，就是希望讲会当做伙来拼外销。最近因为中国禁止进口台湾往来，民间开始有一阵要往来挺农民的行动。但是其实往来规章拢全保，往来花嘛是花在外销真重要的一项。我们的凤梨的问题不只是吃的凤梨，那像我们的凤梨花，我们也协助他们来做这样子的外销，跟着我们的一个花卉，一起透过我们的一个简易的一个保鲜处理来做。屏东德山乡花卉产销班的第3班，主要的工作是检疫、包装文心兰，因为这边的往来危机起因嘛是检疫。所以，因得用已经发展到真完整的包装场检疫系统，甲行销网络等等，甲农民到杯管品质，到销往来花。事实上，凤梨花以前在做出口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检疫。因为我们在做文心兰的这个热带兰花外销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有一套很完整的一个冷链的保鲜技术，完整的一个检疫的一个系统，可以协助我们凤梨花农。即嘛是往来大出的季节，嘛是当咧无用收成往来花甲加工的时间。因为加工过往来花会当放真久，色水阁有真侪款，嘛是国外祭典真爱用的花，国内送礼盆栽嘛真值得用。所以业者毋望用因拍好的基础，甲农民斗3工，度过这边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嘛发生3字事暴力驱离事件。不过到今，犹原无一位官员要出来负责任。民间的书介会就和其他团队做伙办一场查无处人的展览，希望大家就要会记得迄当时的国家暴力。2014年3月23半暝，警察强硬逼赶伫行政院广场和平静坐的民众，使用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迄一暝通报救护车救护的人数拢总197个人，受伤上严重的坐轮椅，几啊个月才恢复。那轮到我被驱离了之后，我被带到警察的任枪里面，就是被一阵的拳打脚踢，或是用盾牌的警棍攻击。书介会组织义务律师团协助民众，要向施暴的警察甲政府官员追究责任。参与的李明如律师表示，迄当时台北地检署甲人民做对头，自诉案的民众徛出来追究国家暴力，颠倒红对家起诉。第一时间国家暴力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地检署的态度，其实对于就是侦办这种施暴员警是相对消极的，就是他们有公布那个反黑箱服贸的调查报告，去起诉了
119名的民众，第一波是119，后来自诉案的民众站出来告国家暴力的时候。反而被追加起诉，说哦，你有受伤，那代表你有去行政院。324笔管事件案件经过7档的诉讼，所有自诉案唔是予法院驳回，无就是宣布无罪。7档以来，民间组成的义务律师团四界走踪收集资料，伊嘛希望透过公开展览，让大家莫袂记哩这桩历史事件。其实控诉国家暴力的案件也在2020年就是全部都结束。那虽然这个结果都是无罪的，这样的结果虽然我们是很失望，但是我们还是想要留下一些记录，然后并且把这整个历程可以呈现给社会大众。有影像的记录，细细笔录详细事件发生时间。7档来追究国家暴力的诉讼，最后的答案是找无人，也无就是无罪。透过公开展览，完整呈现一路收集整理的资料。主办单位希望透过经验分享，和民众理解历史，嘛希望和一路参与的所有的人温柔甲安慰。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郑成功伫台湾奉当作是民族英雄，也若是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煞是有无共款的评论。今摆有歌戏班用郑芝龙做主角，看伊的时代背景来看台湾是安怎变做是世界上真重要的战略要地。从今以后，郑芝龙就是咱的新干的。有好队友的祝福，郑芝龙将为新任船长展开伊的航海人生。斗弱强食的一个时代，很多外国人都要来抢海运。郑芝龙由一个书生，那误打了贪官，最后流亡在海上。他是第一个打败了西洋舰队，然后让大家看见台湾的一个人。以台湾人来讲，成功赶走荷兰人的郑成功，互人当作民族英雄。也不过，伊的爸爸郑芝龙因为投降明朝、清朝海贼的形象，一直真受争论。真少是戏剧的主角，棉花园杀出大戏《海贼之王郑芝龙传奇》，改变中原思想，为大航海方向来探讨郑芝龙，也甲伊是安怎互台湾行上世界舞台。郑芝龙在每个时期，他都有不同的名字，他有一个英文名字，那他以前叫医官。背后都表示着这个人他怎么样，当时的人生经历，还有他当时的选择。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这个对国家我们要忠于哪个国家？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嘛。我们不是要为他平反什么，我是说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但用这个汉语的角度，这些人他为了求生存。那他必须展现出他生命的韧性。那题材选择正新，舞台顶阁要表现出郑芝龙所经过每一场重要海战。莲花园指出，除了讲船以外，也阁有特技演员为观众席喊起到舞台顶，以丰富的演出、多角度的看法，让观众为郑芝龙海贼的生活、人生的选择、兄弟的友情这一方面了解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为着要甲台语教育加入去特色课程当中，要举办台语天文的活动，而且佫用台语来教囡仔安怎讲天文的名词，是希望讲囡仔会当学习到科学知识以外，嘛会当了解到台语会当讨论任何知识。这比较难，好，听一下，听一下。音乐。教囡仔用台语念天文名词，嘉义市的国小配合母语日举办天文知识活动，家长参囡仔学天文知识，嘛顺续学台语。再多学习一些知识，一些其他的刚刚介绍我就不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啦，我觉得还不错。啊，绝对大家人重点咧学英语嘛，这较主流啊。哦，从华语可能去。所以这个母语也无你提倡，无像这款安尼个提倡吼，来办来引起大家的幸福吗？会注意吼，来鼓励爱亚经济，我头讲重点要爱亚经济。嘉义市南潭国小伫嘉义市努力推广天文科学教育。这届配合世界母语日的活动，结合市内20间学校甲单位，甲母语元素甲天文科学教育合作伙，佮安排无同族群的表演节目。互囡仔来熟悉讲天文的知识，啊，甲咱母语无共款的结合，互囡仔伫生活中就会当体会到咱天文的趣味，啊嘛会当用母语来介绍咱遮的天文的知识甲科学的知识，互咱母语会当应用伫咱的生活中。有一寡家长反映，虽然是推广母语的活动。主办单位安排的地书也是活动，也是真使用华语。来了，还有谁肚子饿的？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娃娃。
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学会表示，母语的推广毋是干那伫教室内底教囡仔，整个社会甲大人嘛拢需要做伙学习，才有法度改变目前愈来愈少人讲台语的情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0度。 中部地区对17度到21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1度。 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AM 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更的时间再会。